又係時候睇一啲靚盤嘅時間啦。有冇想諗住揾兩房嘅緊住呢？今日嚟到鄰近天后港鐵站附近，仲有民生商鋪提供翻生活所需嘅柏傲山。出面咁靚山景，唔需要上到半山先有嘅。我哋嚟到天后嘅柏傲山一樣可以擁有。今日我哋參觀係兩房單位。由於單位係冇玄關位啦，可以令到客飯的嘅空間更加實用。今日我哋參觀呢個單位係5座嘅高層 D 單位，單位上有596尺，而下飯廳就連住露台部分，而露台部分可以望返大自然嘅山景，而且仲可以望到天空景添。而緊廚嘅部分係雙排嘅設計，喺保養上亦都相對新淨，而洗手盆就設置喺另一邊。而浴室係有活動窗，再加上乾濕分離，而房間嘅間隔亦都相對方正。如果想12下網或一個新少少屋苑嘅話，柏傲山都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影片就分享到嚟呢度啦。如果睇完條片，你都想嚟呢度或者了解下天后嘅樓盤嘅話，你都可以聯絡我啦。係咪諗住揾兩房嘅單位呢？仲想居住嘅地方，除咗實用之外，仲可以有一個唔錯嘅景觀。今日嚟到天后，鄰近東岸公園嘅維多利中心。當你住嘅地方每一日都望到海景，你每一日嘅心情都會比較好啲。而我哋今日就嚟到天后參觀一個兩房嘅單位，而呢度望翻出去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。由客飯廳嘅位置望返出去，已經望到維多利亞港。今日我哋參觀個單位有572尺。由於客飯廳係冇玄關啦，可以令到家私靈活咁擺位，實用性亦都相對之高。而廚房係曲尺型嘅設計，可以考慮裝返櫃，增返收納空間。今日參觀呢個單位有個好特別嘅地方，2間房都有對流窗，而景觀亦都相對開揚。而浴室係有窗，增加翻空氣嘅流通。而維多利中心附近亦都有街市同超市，就算行喺地鐵站都只係需要幾分鐘嘅步程。影片就分享到嚟呢度啦。如果你都想親身嚟睇下呢個單位嘅話，可以聯絡翻我呢。